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寒流到地，汤圆透早6度7，太平山落今年寒人头一场雪，玉山结树霜。那礼拜会有一船热气团。海军的海虎畅水艦昨有6个官兵挂落海，其中3个人救起来，另外3个人下落不明，搁咧潮吹。这起有大学发生枪案，拢总15个人死亡，25个人重伤，凶手是学生。犯案的动机要搁咧调查。这2天的天气有影是真寒，今仔透早汤圆温度上低，敢若6度7。今年寒人的头一场雪是落伫宜兰太平山，玉山气象站零下5度7，有结树霜。南部早暗温差较大，午暗温度反射会愈低。气象署预估礼拜会有一船热气团，天气会寒到后礼拜2。开始落雪啊，游客赶紧甲双手摊开要来接雪。寒流来，宜兰太平山离暗11点落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拢落伫咧太平山庄一个水用湖区，虽然落无久，淹过3股的雪已经有1公分高，吸引真侪游客。对，我凌晨出发的。有没有觉得很冷？有。心脏很意外，中奖一样的感觉。在太平山碰碰车的人看到山区围出敢若亚一站白色的墙，有大学生一透早就来山顶要看美丽风景。园区第2早起6点就正常开园，也希望民众注意管制时间。园区于今日上午凌晨会同派出所的员警进行道路的巡检作业，发现路面并未结冰，所以园区于6点准时开园。另外，伫玉山气象站，22透早温度零下5.7度，规个山区拢变做白色，不过这个拢是无常，要看雪也搁爱等。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1周呢，其实除了这波寒流之外，紧接着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呢，预计在礼拜天的时候南下。气象署讲，这边寒流会影响到23日时，不过24如果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温度虽然无这边明显这么冷，不过温度变化依然真大，低温大概是12到14度，直到26个日时了，温度才会明显的回升。不过，因为水汽多，各地也是有可能落雨，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来看，海军的海虎畅水艦昨下晡伫小琉球外海执行任务，因为风影伤大，有6个伫甲板检查设备的官兵无细时跋落海，其中3个救起来，另外3个目前下落不明，要搁咧潮吹。天气寒冷，风影甚大，海巡继续伫海顶搜救，为暗时找到天光拢无休困，希望量早找到失踪的官兵。海军的海虎参水艦伫下晡伫小琉球南方海峡执行任务时，因为瞬间海影上大，6人跋落海，其中3个人当时有水救起来。手的第三指的开放性骨折，第4指的闭锁性骨折。那这一位同仁需要接受手术，都是擦伤，大概都是简单的擦伤或是挫伤。22透早，船舰驶倒来江边，得救的3个人敢若轻伤，甲另外2个伫船顶因风影受伤的国军，互人分配送去高雄国军做营总病院，目前5人状况稳定。海军表示，迄当阵因为掺水艦的装备冷气，才会浮到水面，派人去检查。风浪有超过一定的级数的话，甲板上固定的东西，因为海浪海象的关系，把它打到松脱，这也是有可能的。按照以往的经验，是有这种现象过。海军表示，迄当阵6人拢有穿新版的救生衫，阁有戴安全锁，可能是风影上大，闪到安全锁，才害事故发生。每4个小时会依照大气局的潮流去做搜救计划的变更，这个都会放在我们的搜救计划的因素里面。目前持续搜救中。台湾伫一半暝开始温度降真济，失联的3个人恐惊有失温的危险。海军海巡当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希望量早找到人。若是安怎装备的冷气发生意外，会以专案调查厘清事故的应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地检署为今年9月开始，连续接到真侪件通报，讲中国用参访交流的名义，招待咱台湾的里长去旅游。目前拢总约谈49个人，其中是20个人涉嫌收中国的钱，返来台湾甲特定的候选人作选，已经列作被告啊。18个人是里长，另外2个人是旅行社的负责人。
新冠肺炎疫情解禁了后，高雄机站里长也是无特定的人数。到中国旅游的状况变了真济，但检调为9月开始接到证书，中国各代办透过参访交流的名义，招待里长也是特定人数到中国旅游，全程免费食宿、交通费。涉嫌违反反渗透法、选罢法，发动着4波的搜索，约谈49个人，顺后20个人列作被告，有18个人是现任里长，2位是旅行社负责人。是以大陆国台办为指导单位，由辖下各省市台办对应台湾各县市，借提供在中国旅游期间享有全程免费食宿、交通费之不正利益。根据了解，涉嫌招揽团员的旅行社负责人嘛，互认定嫌疑重大，列作被告。一贯的手法拢是伫咧招待团员食暗顿的时阵，选用着特定的候选人，参加的里长无分哪列党派。你去旅游啊，落地招待，当然一定有他的目的嘛，哦，那否则。那所有的台湾人去大陆都全部落地招待就好啊！不要每次国安单位说是统战，说是介选，但是立法者却完全没有动作。那这样子，我们这些呼吁不要去的民代觉得尴尬，而去了回来又被调查单位约谈的里长，他们也很尴尬。嘛有无爱具名的里长讲，高雄机站非常的惊，唔敢公开接受访问，就惊发现了后，互认定甲中国介选有关，互约谈也是搜索。但政府嘛无禁止着里长前往中国旅游，如今所要面对，若是去算到可能放大标签的状况。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剩无1个月，中国唔但讲单违反贸易壁垒，煞落搁停止액化一寡产品关税优待。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国的目的真明显，就是要逼台湾接受9日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想空想胖，要听影响台湾选举的结果，停止액化优待项目，嘛拢挑工经一寡对台湾影响较大的。话总统大选，中国煞竟伫即个时阵先宣布台湾违反贸易壁垒。所期2日又搁宣布终止액化部分产品关税减量。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政府甲企业早就知影即种情形有提前经验，对国内经济影响无大。也讲中国是对台湾做政治目的的经济胁迫。在昨天一宣布了终止减让关税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们马上提出来无法被台湾人所接受的这一个9·2共识这一个政治目的呢是昭然若揭。学者王德成分析，中国想要介入台湾的大选意图真明显，是伫咧对台湾做压力测试。就连宣布停止项目拢是经过设计，譬如讲石化产品是台湾单向输出到中国，也若亲像半导体这种双向产品，对中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就无啥可能的禁止。如果是台湾的半导体到了中国，中国在加工出口这样的产品的话，他也不敢制裁或者不愿意制裁，因为这个对他的经济的打击可能会比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来得更大。跟中国大陆做生意本身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讲，我觉得还是赶快清理战场，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比较好。王光成建议，台湾就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靠，譬如讲，厂商会当慢慢把产业的重心自中国转到东南亚，甚至是加强甲欧美国家合作，才能防止中国向强的经济胁迫，降低对咱产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研院预测明年台湾的经济，因为 AI 甲消费电子的需求增加，经济成长率应该有3.02%，出口、投资甲消费拢会成长。不过，美国新历史，中国的经济衰退，恐惊拢会拖累咱台湾。中国制裁动作真济，一个针对台湾액化早收清单当中，10项货品取消关税减让，外界关心制裁范围是不是继续扩大，甚至影响其他产业。其实不是在靠打价格战、打那种标准产品、打规模经济这种时代，而是要想看怎么样做出只有 me only， 就是我可以做的部分，然后其他人不会做。专家呼吁台湾包含石化、工具机甲纺织等，伫액化早收清单当中的产业，未来拢要拼转型，才能降低影响。展望明年台湾经济总展望。中研院有期都亲像拍棒球共款，三在内，受新型科技甲消费电子需求抢悬，对出口动能转强有帮助，投资甲消费也会成长，经济出势会呈现选样春暖。全展望看起来正向，不过依然有2大挑战要注意，这是美国可能继续新历史的挑战，一个中国经济下行调控。这个雪融春暖偶风寒哦。那事实上，也就是告诉各位说，事实上我们有很好的利基，
那我们也可能做出很漂亮的这个草莓舒芙蕾，但是呢，它能不能做得这么漂亮或它会不会塌陷？老实说，还有一些的风险。专家表示，明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虽然有希望保三，不过国际竞争甲地缘政治这情势，有关爱密切观察，随时滚动形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贷款交易所8月挂牌，国际贷款交易平台为今仔早起正式启动。目前国内贷款的价数一栋是美金5块到15块。企业的代表为官员手上接下贷款收买证明，宣告国内国际贷款交易平台正式启动。8月2高雄挂牌贷交所，12月下旬甲贷款以达动5到15美金的价数卖予需要的企业。排碳有价的这样的机制，来鼓励我们的企业来投入低碳创新技术，加速形成低碳新兴产业聚落的形成。贷交所邀请环境部、经济部、国发会等机关的首长参与，做伙伫倒数声音当中启动交易平台。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表示，有需要买贷款的企业，唔免搁到国外去买，省下贵33的手续费，已经甲替交易的品质挂保证。我们才是真正的有认证的不会受骗的这个现在骗子比较多。Anyway， 环境部长薛富盛搁一届有个咧遴选碳费汇率审议委员会。汇率希望伫明年第一季来公布。这届贷款卖出去达动大约是台票150到450块不等，买当变成参考。事实上，价格也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包括台积电在内各6间企业第一届来买国际贷款交易平台，买方以本国法令为限，卖方会当是外国或者是本国的法人。交易的时间是平日的下午9点到下昼3点半，交易单位是一栋利用化碳当量，交易的货币是美金。记者林任夏基文新北报道。台湾明年3月打算要开放旅游团去中国，有一寡旅行社嘛上准机会展开行程。不过目前航线还未完全恢复，为较少机票可能就要抢，所以这团费会起1、2成。3月1号开始，我们九寨沟坐高铁，全台独家。组团去中国旅游的禁令会伫2024年新正进前宣布解除，3月份就会当开放出团。旅行社已经提早公告行程，尤其是张家界、九寨沟、甲江南等等的所在，是上侪人热门的。业者把握机会，伫旅游展览推销就行李。我喜欢回祖国去，70岁了，我也想能赶快去黄山。班机比较少，那我们也拿了几个日期，3月、4月的九寨沟，我们也因为九寨沟在3、4月份是最漂亮的。团费呢，因为直航的班机比较少，所以说机票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业者嘛表示，两岸50个航点，目前敢若恢复4%，大家拢伫抢机票，到时敢会有出团限额的问题，也会等实行的细节出来才会知影。那具体爱安怎做？虽然业者是普遍期待恢复中国的旅游，不过目前热度相关的要是日本、韩国的航线，期待去赏樱花甲看戏。对啊，因为日币比较便宜了，还有联航嘛。差不多啦。我们疫情过后，很多的人力开始慢慢短缺情况之下，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的机票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巴士行程、景点、餐厅，这些成本都有幅度偏高。我相信在明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价格还是会提高20%。业者表示，日本上界受欢迎的，毋那是东京、大阪，二线的城市、九州等等热门的人嘛袂少。不过因为航线加上日本产旅俗的卡手无够，费用较是有起。可能无法度当去甲疫情进前较俗的团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中欧的捷克首都一间大学发生枪案，拢总15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警方表示，凶手是在校的学生，目前已经死亡啊，搁咧调查动机。初步研判应该毋是恐怖攻击。枪案发生时阵，有几个人爬到查理大厦这栋大楼外墙的平台顶面。警方讲，枪手已经死亡，这是捷克近代史上上严重的枪击事件，几60个人伤亡。My daughter was over there. I was trying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her,
But meanwhile, there was a repeating shooting. 21日警方接到报案，讲伫市中心查理大厦杨帕拉广场文学院发生枪击案，嫌犯是学校铁学系学生，本来下昼2點有課。24letý muž z obce Hostouň měl odjet do hlavního města Prahy s tím, že se svěřil, že si chce vzít svůj vlastní život. Ve 12:45 jsme obdrželi informaci o tom, že v té samé obci byl naležen mrtvý muž. 正手犯案的動機也無清楚，警方這方面也無人受傷，死傷者的身份正一日確認。案發現場附近幾路條街攏封鎖。查理大廈是伫咧布拉格古城，離14世紀起的查理大橋頂主要觀光景點，只跟離差不多500公尺。官員講，這件案件看起來甲恐怖攻擊無關係。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中國甲菲律賓佇南海情勢是愈來愈緊張。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講，兩國關係未輸行到路頭啊，這攏是因為菲律賓起無空造成的。啊，那面對南海情勢，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強調未接受威脅，會堅持捍衛領土的主權。中國外長王毅甲菲律賓外長馬納諾拜三通電話討論南海鄰海暗耍的問題。王毅伫咧通電話時陣，希望菲律賓好好控制當前海上的局勢，也強調目前中菲關係面臨的困難增加，是因為菲律賓背棄承諾。當前中菲關係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於菲方改變了迄今的政策立場，背棄了自己做出的承諾，不斷在海上挑釁滋事，損害中方的正當合法權利。中菲關係已站在十字路口，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菲方務必要慎重行事。雙方的外長進行會談，是因為這個月初10，一代菲律賓參謀總長坐佇頂頭的船，佇南海執行補給任務時陣，和中國的海警船噴水炮甲弄擊。雖然無人受傷，也過造成另外一台船發動機歹去。菲律賓指控中國的行為是嚴重升級。並且調遣中國大使提出外交抗議。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21日咧參加活動時陣，向部隊發表談話。雖然無點名中國，也過正明確講到，最近的對抗讓人真擔心。The recent incidents involving no less than our AFP Chief of Staff is worrisome. Yes, but it is a proud demonstration of Filipino courage against coercion and our firm resolve to protect, preserve, and uphold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中菲南海经济继续升温，马尼拉向日本买第一座空中监视雷达系统，22号启用。未来雷达监测范围将会包括规个菲律宾群岛，会当提悬菲律宾监控南海甲区域内海空活动的能力，正明显是针对中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北韩伫这礼拜一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这射程会当射去到美国全境，引起国际关注。北韩强调讲，若准敌人用核武起无空，北韩嘛袂丢毒，定着会用核武反击。北韩10日试射高度超过6000公里，射程超过15000公里，会当涵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国际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其中的10个成员国随即发表声明，谴责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稳定。不过北韩宣布，为着对抗南韩甲美国制造区核紧张，有权捍卫自身的安全。The ICBM launch conducted by DPRK this time is a warning countermeasure in the face of the grave situation. 北韓官方媒體進一步報導指出，領導人金正恩拜三接見負責這項試射任務的飛彈局官兵，參會中伊的查某囝金正恩也同齊出現。金正恩表示，這擺試射展現北韓軍隊的高機動性甲快速攻擊能力，勉勵官兵進一步加強戰鬥效率。同時稱聲，若敵人以核武惹事，兵種未丟毒，進行核報復。北韓較早也宣布，這擺測試重新採用固態燃料的洲際彈道飛彈，為了評估核武的戰備狀態。面對北韓異地相關的區核緊張情勢，南韓總統尹錫悅20日召開防務決心會議，要求軍方加速處置成熟武器，將平均用的時間14年減半做7年。同時，美日韓3國也在濟州島舉行聯合軍演，美軍派出美艦比轟炸機群加入。公司新聞張惠斌報道。來看美國的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19做出歷史性的判決。
反映认定前总统 Trump 煽动国会暴动，所以要撤销伊参加当地总统初选的资格。伊的对手拜登嘛借机会攻击这点。不过，学者认为讲，这个判决将基尾卖予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引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禁止部分分子担任公职，撤销川普伫当地总统初选资格。虽然明年的总统大选变化会真大，不过伊的对手拜登都哪亲像扣着枪，趁机会发动攻势。Trump an insurrectionist, sir? Well, I think certainly it's self-evident. You saw it all. Now, whether the 14th Amendment applies, I'll let the court make that decision. But he certainly supported an insurrection.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不过，有学者分析指出，川普煽动支持者去国会干扰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程序，敢有牵涉到叛乱？也甲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是不是适用总统的职位，这拢是本案有待查清楚的关键。部分学者研判，联邦最高法院到尾也是会改变科州的裁决。This is a U.S. Supreme Court that remembers its crisis of legitimacy after Bush v. Gore, when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 the ones to decid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at case, we'd already voted. Here, we haven't even voted yet. I don't think the U.S. Supreme Court wants it to look like they are taking our right to vote away before we even weigh in on who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be. 学者认为，目前保守派伫联邦最高法院有6比3的绝对优势，裁决结果会偏向保守。不过，为了较无政治色彩，也可能出现其中一个保守派的法官歪向自由派，形成5比4的局面。不过，到底结果如何，明年1月7日进前就有答案。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咱台湾的人口老化、长照、医工、医疗，这寡社会福利是真要紧的议题。民进党立委吴玉琴做立委8党啊，长期关心老人福利。伊今仔日办茶会，感谢伊捌有合作的民间团体，嘛希望后一任的社福立委会当继续推动再生医疗法。在这么冷的天气，能够来到这么温暖、热情的这个我的卸任感恩餐会哦，要特别谢谢大家莅临，谢谢。这上台就是向济合作过的民间团体说多谢，民进党社会福利立委吴玉琴任期行到上尾，拜五举办茶会，现场济相关代表甲立法院长游锡堃拢到场参与。为弱势打拼，为司法正义奔走。弱势的人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有一个很强的特质，就是坚韧啊，他非常坚韧啊。如果不是他这部历经25年提案的社会福利基本法，很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年的5月5日3读通过。除了社会福利基本法，吴玉琴对伊上任了后的第一部修法就业服务法第52条真有印象。这个修法虽然提升移工人权，不过也因为长人在路，迄时伊甲立委林淑芬甚至爱发不自杀声明。就业服务法52条，是针对移工的这个每3年要出国1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我把它废止了，好，那废止的效果就在于，这个移工每3年出国的时候，再回来台湾不需要接受母国的这个仲介的剥削。社会福利社人继续说，拜五针对监管混政期召开记者会的是长期关心儿少福利的监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也是民进党大选立委不分区名单的头名。吴玉琴希望后一任立委通继续再生医疗法的推出工课，增加济病人的福利。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河村技术学院、中州科大、台湾首府大学甲屏东华州工家，这4间私立学校，教育部昨通过法人解散案，开始结算财产。目前确定中州、台首大甲河村这3间的校产会交予中央甲地方政府来接收。河村技术学院、中州科大、台湾首府大学今年陆续来停办。屏东的华州公家伫咧退场条例上路进前停办已经3年，也无改办其他的教育文化事业。教育部退审会20日通过4间学校法人来改善，进而改善清算其他财产爱归公。其中中州科大包含薪水游玩欠差不多要3亿。内政部它就是用部分架构的方式，那它就是先架构了中州科大4栋的建筑物跟土地，那这一笔钱就可以让中州来清偿它的债务。那它清算完了以后，它的债务都解决了，那剩下的校产
好，就是剩余的这个财产就会捐给内政部。内政部以介绍来买甲情谊来摕到中州的校产，即嘛是规划来做民防训练基地。台首台校地是甲台糖来税地上物甲动产评估有14亿，台南市政府买1亿的地上物来还钱，其他财产嘛用管的规划做环境的园区。协村是高雄市政府成价来评估了后的规划。全国书校工会指出，未来再利用的效果搁要看。有些学校是地处偏远，往往政府部门的思维跟实际的一个社会的需求，往往都有落差了。我是比较担心变成一个闲置的一个文字款。书校工会烦恼无好好活用，又搁变做放伫遐无人用，而且地方接手了后嘛爱整理，可能预算无够。教育部以台首台来做咧，基本上会当马上使用，价值是超过付出的钱，认为台南市议会是真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议员指控南投一个高中老师传信息予班里一个查某学生，撒娇要半年。顶个月阁想要共学白来，学生有甲学校反映，学校煞无处理，一直拖。即阵议员甲检方举发。学校表示，已经有甲这个老师停职6个月接受调查。议员手提相关资料来到台中地检署头前，甲检方举报学校又搁出现失职教师，指控讲南投某一个高中有一个导师疑似对某一个学生长期性骚扰，时间有超过半年。顶个月搁看女学生人无爽快，疑似伫咧健康中心内底共性侵。我承认。哦，你有承认就对啊。你当初你哪会想要安尼做？因为我是咧照顾伊啦，可能我真正我的行为是唔对的啦。议员阁指控讲，这个导师阁用关系的名义不断传信息给女学生，已经超过师生的界线，嘛造成女学生真大压力。议员就批评讲，代志是在1月时就发生，女学生冇甲学校反映，学校到今煞拢无召开性平会，明显失职。11月14号你们就知道了，居然你们要到明年的1月份再来开，他这个已经触法了呢。因为学校的无做规，议员是直接甲检方举报，不过学校声明在1月中的时接到学生反映，导师调查小组冇通报，同一时间启动性平调查，又开教评会，阁会甲这老师停聘6个月接受调查，并不是拢无处理。然后接着第2天马上开我们一个小组会议，小组会议完之后，我们就启动性平调查，包括了性平会开会，包括了那个教师会开会。主管机关国教署应该针对学校是否有延迟通报、有包庇隐匿该师的责任，都必须要清楚的去做调查。林本基金会表示，除了要赶紧启动性平会，学校嘛应该扩大调查，敢有其他学生受害。若是确认相关事实，就应该照定书，甲这个教师停聘，会离开教学现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科会和内政部合作，伫北部的大屯火山设立全世界头一个起伫火山顶悬的观测站。今仔日正式公开，希望打造一个有专业科学研究、阁有生态教育的场地。推广火山的知识甲防灾教育。我们这个火山观测站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科技跟自然公园国家公园，然后科技、人文跟在地的一个结合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要来做。我们的资源跟国科会的资源更加紧密的结合，那更多的科学家跟我们的国家公园来做这样的合作，我相信这样子的合作是真的是美好的。国科会指出，大屯火山是活火山，这个观测站采用 GPS 等系统监测大屯火山群的地壳。若准涂骹底有岩浆在流，就会当透过监测掌握上新的状况。再来看花莲德鲁固国家公园的天象，这几年有真侪高山啊，毋但会抢游客的物件者，佫会走入去便所甲便利店内底。国家公园管理处是提醒游客，经过这个所在，爱甲遮的收起来，嘛会想办法防止人甲狗起冲突。天气冷叽叽，真侪山顶的高山拢走去天祥地区，因为遮有便利商店。高山大部分伫个门口咧等，看到游客手摕着食面对抢，尤其听到塑胶袋的声音，高山会阁较注意。前年、去年才来而已，
是啊，就觉得怎么都猴子霸占领头。在地人说会抢东西吃，他不会担心说猴子你们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会有攻击的声音。他们都交代我们有东西就要收起来啊。为高山过直接去附近店头偷物件，去便所甲便利商店，将物件所在并本做桶，有游客车桶无关，就直接冲起车抢食面。他们会跑过来店里拿东西呀，我们就是要有人在这边啦，他就不敢过来了。他是不是有曾经看过猴子去车子里面偷东西？哦，对，那他基本上都是看到窗户是打开的，嘿，里面有东西他就抢。避免人高冲突，台管处特别伫现场公布，也安排警官宣导，爱将食物藏好，搁伫天祥管理站便所、便利商店食物件所在，设防狗门窗。上条是要是甲狗保持距离。主动接近猕猴的话，会让猕猴有一种错觉，其实人不可怕。那我只要靠近它也不会怎么样。那有时候他们手上也有好吃的食物，我就给它拿一下。那所以会让猴子一直想要抢食人的食物。根据台管处的资料，天祥地区的狗目前有20多只，尤其想要甲高山翕相，且保持5公尺以上距离。若抓到饲野生动物，会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相关罚3千。记者综合报道。海洋本色唔若是生动生态，冇可能会害死岛礁。昨日开始，偏湖有发现一只大喙鸥，有人叫伊海鸟的一款岛礁。伊的颔管有绑一条树灵管，这几天台东嘛有看到，已经连续3档拢有啊。虽然学者认为这唔是同一只，不过若唔紧甲救，伊可能就会死去。台东富冈爆发最近有出现几只对日本、俄罗斯附近飞来过冬的乌背鸥，不过这只普色的乌背鸥生做无啥同款。颔管啊，套一个黑色的树林壳，一定喙去背，想要甲伊背掉。附近的钓客讲，一开始远远看就是迄是野猫。我说是它的毛，就是项圈哦。伫去年甲前年，拢有人伫咧偏湖发现同款情形的鸟啊，也无经过台东野鸟协会会员观察判断，故讲这只也是一年的阿成幼鸟。若是甲前年、去年共一只，毛的色应该无同。经过了1年后，它们的羽色应该会改变。那这只还是这个亚成鸟的状态，所以应该推测应该是不同一只。教育讲，应该是伫咧找物件食时阵，无顺利互即个树林壳啊缩的颔管啊爆袂落。附近的钓友也讲，看起来敢若是古早时阵犯人伫咧野鸡。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讲，最近会想办法解救，避免伊死亡。它的脖子会越来越粗嘛，它就可能会压迫到，如果是颈部的话，就有颈动脉、气管、食道这些都有可能会被压迫到。教育讲，这2年来，直连发现颔管有吐到树林壳的乌尾鸥，这代表海洋废弃物的情形正严重。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每年有1270多吨的塑胶粪扫流入海洋。去年海保署调查297笔的海漂废弃物，其中塑胶类就占62%上多，一寡废弃物也会继续威胁海洋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寒流的影响，这2天的天气寒死是零奇迹。湘北、嘉南、桃园、新竹、苗栗、宜兰、甲金门、马祖拢发布低温特报，温度上低干那6度。今仔日嘛是24节气的冬节，观众朋友会当食一碗冬节圆，准备好过年。中央气象署玉山的气象站透早测到零下5.7度的低温，手机拢见受伤。拜五是冬节，气象署指出，因为受到寒流的影响，马祖上低温干那3.8度，台湾各地冷爽爽。气象署针对嘉南、湘北、桃园等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一寡地区伫咧拜六原来有可能存无10度。明天清晨我们所预估呢，各地的低温上面，在北部、宜兰、花莲都还是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气温。尤其在金门跟马祖，大概就在6到8度左右。所以说，气象署呢，今天还是持续会发布低温的特报。关系冬节，台湾嘛有含气象相关的俗语，像讲大冬节淡过年，冬节乌过年数。边学专家温宗汉表示，这是古早人透过观测冬节天气来预测过年敢会落雨的方式。伊嘛指出，冬节对台湾来讲嘛有小过年的意思，所以民众会伫即天拜神明、拜祖先和地基主，而且买惯势食圆仔。毋过各地原来有无共款的食食文化。比如讲，像咱台南，台南可能会款这个菜包、菜煎。咱若是伫偏湖，可能会做这个鸡母糕啊，
这个当这个时阵呢会食营养，这嘛是一个最重要意义因为咱讲这个当这食营养就是准备要过年既然就是安尼所以有足侪讲法就是去讲着讲当这食营养代表你的大一岁。食一碗小小的营养，拄好甲同齐冷叽叽的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这2日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要受几率会结冰霜，也是落雪。礼拜会阁有一阵大流冷气团，也若天气爱到后礼拜2才会转烧落，民众都要穿好烧。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台湾的交通乱糟糟，互国际媒体讲是过路人的地角。为着要改善问题，台北市成立专案小组。过路人的车顶会提早倒，先互因过车路。另外，嘛会参考新加坡的做法，过路线会插作彩色的，提醒驾驶着要注意。过路人车顶倒，车的号志是红灯袂当过。过路人绿灯早开，要互过路人安心过车路。过路人必须倒时，若过路人过车路过到一半，车顶特别变红灯的时阵，应作为等待空间。不赶时间。在那边暂停一下比较安全的。红绿灯的部分秒数要稍微长一点，因为可能老人家可能会来不及。现在安全的话是真的是差很多，车子的话都有礼让，只是说行人的话是有一些小部分的话就慢慢走。台湾交通乱象伫国际媒体被讲作是过路人地角，为改善国内交通根本的问题，台北市府成立专案小组，甲今年11月底包含退缩43个路口过路人穿越道线，设14个庇护岛，21个过路人专用时尚路口，542个过路人绿灯早开时尚路口，甲113个彩色标记过路人穿越线路口等改善成果。所以它这个摩擦系数也够。黄白是正影棒，参考新加坡的做法，示范彩色标记过路人穿越线，提醒驾驶爱提高警觉，伫路口大胆的减速。113年度会以国小周边无号志路口优先来做。学校周边行川线旁边有一个黄色、彩色的标记，我们在施工的品质上面，我们特别加上了玻璃珠还有金刚砂。我们的防滑系数是远高于中央所设定的标准。我们台北市民对我们这个路口停让的满意度高达80%哈，那也觉得说我们现在台北市这个路口停让的行为有8%的感觉到进步了。针对未来重点这项目标，台北市府表示，除了每年完成30个路口过路人安全改善，150个路口过路人穿越线退缩设计，也要伫113年完成国小周边无号志路口彩标线，慢慢建立过路人安全友善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全世界流行各种病毒，医疗人力嘛真硬斗。高雄荣总明年要甲高雄联医的经营权接落来，未来新起医疗大楼，两间病院互相交流，要提升高雄的医疗效率。来到病院内底，看病民众袂少的，这是每间病院的日常。这是高雄市立联合病院，因为是区域性的病院，医疗人才有限，加上这几天市区人口增加，为着强化医疗效能，高雄荣总明年接手联医的营运管理，两间公务病院合作，嘛加做全国头一个例。人口增加，伊的医疗需求就会增加嘛。但是因为伊就是算讲一个区域病院，高端的迄个人才伊的来源有受限呐。这摆合作毋但是全国第一个例，高雄荣总明年打算伫高雄市23间卫生所来建立分段智慧门诊资讯的系统，顶管有病患的病历、挂号等资讯。但是患者无法动到病院来看病，卫生所会当透过系统知影病历资料。荣总按算伫明年1月初1第3零卫生所新设伫头一个。阮的系统会当提供这偏乡的所在所有的这种研究的医疗啊，医疗的体系可以从地方社区到医学中心可以做垂直的整合。这摆两间病院合作，高雄荣总院长表示，未来因应医疗需求，提供各科医生到联合病院替民众看病治疗。目前荣总确定要伫15年内，伫联合病院建立第2医疗大楼，将医疗资源扩大，服务更较侪民众。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台中市消防局大新专台员引进国内头一套线顶医疗指导 App， 有19个大病院的急诊医师下24点钟轮班指导救护车的人员医疗处理，希望会当把握救护车载去病院的时间，先甲患者急救，加救一条性命。同步。好，很痛，没错，很好，医生做得好，可以了。一名男子拍球运动的时阵，常常发生致命型心律不整，每分钟心跳高达195下。救护人员到现场进行电击，但是事前爱拍电话或者是来通话取得医师同意，有时阵无一定找到医生，会拖延到救治时机。患者心电图显示心搏过速，我想给予同步电击。可以让我确认一下患者的状况吗？患者意识突然改变，目前意识不清，有脉搏。急症患者黄金救援时间仅有4到6分钟。台中市消防局率全国医生开发一款线上医疗指导 App， 有急诊医师24点钟轮班线上收效，会当有效缩短电话等候转接的时间。以前如果没有排班制度上的话，有可能用 LINE 上面找医师。第一个 LINE 如果没有互加好友的话，有可能他来电通话会被 block 掉。然后第二个的话，你线上去找医师，医师不知道这个权责是找谁，那他也不一定可以随时守候在线上。19位台中市的急诊医生站出来，宣布成立指导医师义消分队，因透过 App 会当及时来指导救护员、乌卡患者到医进前的处置措施，包括电击、插管、静脉注射、许可急救药物等等。类似心肌梗塞的部分，我们在送医的过程，医院端就可以做好预处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们只要把病患推到医院端，医院端就可以进行开刀，所以它这个时间缩短，大概最少会有10分钟到30分钟的这个阶段。消防局强调，目前台中乌卡急救成功率大约是32%，预计引进这套系统了后，会当缩短10至30分钟急救的时间，提升医疗救护效率。记者台中报道。一个品牌要成功，要有一个通人知的形象甲代表。这漫画、anime 若要发展，嘛需要一个角色，互人记会牢。动画特效协会有办一个计划，经10个学生作品训练6个月，希望这个作品有拍入市场的能力。皇台伫立场来遮的，真侪拢是反抗政府死了不明不白的人，逝去的灵魂，有遗憾是无法度去淘汰的，所以阮真正足需要你帮忙。这出动画片以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出发，是由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的学生黄信伟创作的。伊无意中去知影台北6州的光芒，再去研究思考这个主题。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那边的一些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那包括就是像那边有个知名的白恐受难者叫黄荣灿嘛，就是恐怖的检察这个木刻版画的创作者，所以我就创作了《不祥的一番》这个短片版本的作品。这个作品原底是黄信伟读研究所做的作品，落要参加动画特效协会办的动画新秀呼吁计划重新创作。这个计划选出10个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学生作品，在6个月的计划当中参业界合作，把作品以商业市场提案开发的方向再做。借由业界的辅导，还有业界的这些资深的这些动画人来辅导这些动画新秀。然后让他们的创意可以有进一步进入商业市场的机会。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动画制作，因为 IP 不在我们手上。台湾内容，台湾自己的 IP 首先要发展，不然的话，如果永远是在国外大型 IP 的架构底下，我们其实很难脱离这个魔掌。协会表示，明年的目标希望这10出动画通结合做剧集，加做有台湾特色 IP 的影视作品，伫线顶影音平台播出。协会认为，若这款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台湾的动画市场就更加有发展机会。记者林永凯台北报道。中华作家康源长期注心台语诗歌的创作，即届伊和查某孙杨一念做伙出一本台语的诗歌，号做《浦东》，描写留学生思念故乡、关怀土地心情。这张图一首诗，这是作家康源参孙仔杨一念共同创作的台语诗话。在国外读册已经11档的杨一念，发现讲台语会当解乡愁，开始甲阿公用台语通电话。学艺术的伊嘛画图表达留学的心情。阿公康源才来看图写字句。浦东意思就是讲，伊一个留学生伫外国内底
那就浮浮沉沉迄款感觉吼。啊，所以我希望讲啊，大家知影讲留学生伫外口，因就是思乡啦，啊，所以互人了解伊的心情。康源长期注心台语诗歌创作，嘛有伫中华师范大学教册。校方特别邀请康源到校内展出台语诗话，互学生看到台语创作的优雅甲变化。大家看到讲，哪像漫画，吼，这种方式的，这种画图，互学生有足侪空间会当去思想。文学甲艺术的结合，伫展览是足特别、足看到的，所以我感觉这届展览是足有意义的。康源老师的创作包括济的囡仔歌、台湾历史发展、人文、生态，拢是伊创作的题材。伊表示，这本册主要记录公孙仔之间的感情，甲翁仔册甲台语当作是传情的甜言蜜语，嘛希望鼓励少年辈，若有心会当用各种的方式来学母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泰国国会众议院昨一读通过同婚法案，是东南亚国家的头一例，若准顺利，上紧明年都会三读通过。泰国国会众议院2日以360票赞成、10票反对，一读通过内阁版本的民事加商事法修正草案，甲法案内面言语自查甫人加查某人改做个人，翁婿甲牵手修改成做婚姻伙伴，和同性伴侣享受到甲异性恋伴侣同款的权益。ก็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ๆเลยนะคะที่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เราใกล้จะเป็นจริงแล้วในวันที่เข้าสภ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ฉบับของภาค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ยผ่านไปด้วย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กับทุกฉบับด้วยค่ะและหวังว่าฝันที่เราต่อสู้กันมากว่า20กว่าปีจะเป็นจริง伫即卖民事加商事法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组成。伫进前就泰国的同性伴侣想要登记结婚，但是拢互行政单位因此相关条文拒绝。泰国军政府内阁捌伫咧2018年通过同性伴侣法草案，并且送国会审议，因不因为议会选举草案就空掉的。即嘛新国会上台，法律程序也该定来。因过2019到2023年之間，同婚法案一直拢卡關，無法度三讀。一直到新總理賽塔5月上台了才繼續。เราก็เป็นมนุษย์เหมือนกัน 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คนที่มีสิทธิ์ที่จะทำให้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บเพศหญิงและชายปกติ อยากฝากเรื่องการ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ที่เข้าสภาก็ความหวังสูงสุด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ก็คืออยากให้ผ่าน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จะได้ทำอะไรได้ดีขึ้นมากกว่านี้ครับ修正草案估計明年就當進行2讀加3讀，若眾議院完成3讀，法案也該送參議院通過。經過泰皇同意，公布伫咧政府公布，就當正式宣告泰國同婚合法。公司新聞陳偉林、張建光編譯。徐嘉玲編譯。天氣報你知，最後來關心下半晡的溫度。北部地區11度到13度，中部地區12度到17度，南部地區15度到20度，東部地區11度到17度。華島地區7度到17度，還有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陳怡真，後禮拜一下晡3點，咱再會。